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集要不是因为我，那苗里就杀青了，知道吗？那我救他干嘛？对啊，我救他干嘛？我救他干嘛？来，快！快点的，一会儿来人了。那我下来了啊。不是你个小姑娘，看着挺瘦，怎么死人的怎么？我不行，你不行我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我行。这边，快点。你确定在这里啊？啊，我已经叫人调查过了。那这是怎么进去啊？找我是来干嘛的？这也行啊？那你开玩笑了。我查这边。就是这把，快！不是这把剑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不过啊，在剑上做手脚，无非就是那几种。先把它拿回去。成。走。哎，有人。有人。快。
等等，现在出去，说不定又碰上了。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发微信不好，猪队友。那你跟苗里现在算是什么情况？我们没怎么样呀。还不让我八卦一下的？你俩现在算是正式在一起吗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应该算是吧。不是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是不是？你俩算不算正式在一起你都不知道？反正他没跟我明说。白龙啊白龙，你要坚强，表情要自然。现在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候。哦，那挺好的呀，铁树终于开花了，我很欣慰啊。你才铁树开了花呢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还从来没看你看上过哪个男生。他有什么特别的呀？能把你给镇住？他呀，不该算是特别，应该呀，算是特殊。有什么可特殊的？反正1、2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。我们的情况很特殊，最多的是担心。担心啥呀？没什么。现在应该可以出去了吧？保安已经走了吧？嗯，出去吧。不是，你打算怎么查这破玩意儿啊？剑是苗里的剑，不过呀，要在上面做手脚，肯定是去找专门的人做的。王兰，我上网查了，这卖剑修剑的基本上都是这条剑，像咱俩这样，可真有点大海捞针了。大海捞针也得捞。什么时候能对我的事这么上心？不过得辛苦你陪我跑一趟了。嗨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？不应该吗？走了。这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。反正啊，这人情我算是记得。好，记着，一定还。等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呢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那个今天辛苦你啦。辛苦我了。那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啊？可以啊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，好不容易请我一次，我得好好赞你一顿。今天给你个机会，那吃什么呢？吃杨国福麻辣烫。你别往推荐。这一大早上的来等我，也不说话呀？你昨天下午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，在宿舍待着。哦，是吗？怎么了？昨天下午我看你没去上课，考试快要到了，记得复习。知道了。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？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干嘛跟你赌气啊？王兰，早啊，有事吗？没事没事儿，就打个招呼。早早。
你跟白龙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。上课去。我来了，找到什么线索没？我找到一家小店，专门帮人在运动设备上做手脚，没有熟人不让进。怎么找到的？谁叫我网上朋友多呢？反正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别废话，赶紧走吧。你们找谁？那个曹哥介绍过来的，他说他给你打过电话了。不是说一个人吗？啊，他呀，她是我女朋友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我想让您帮我看一下这把剑是不是在您这儿做的。是我做的，怎么了？那这把剑有什么问题吗？箭头改过了。哎，那您记得是谁拿着这把剑来找的您吗？男的，学生吧？那他有没有校徽或者别的特征？你们到底来干嘛的？没事的话，你们走吧。您等等，您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照片上面有没有这个人？没有。哎，好像是他。您确定是他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太差劲了，亏我跟他还是朋友，真是看错他了。因为苏娇娇的那件事儿，他一直对苗里心有芥蒂，可真没有想到他是这种人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背后玩阴的，真不是男人。更何况他还是机电社社长呢。所以呀，这件事儿我们千万不能让学校知道。如果让学校知道，那不就是机电社的大丑闻？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的人。所以呀，这件事儿我们最好能私下解决。行了，王兰，这事儿你甭管了，我去找他。他不给你面子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他要是真是这样的人，我就当没他这个朋友。我找他聊聊去。哎，别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别激动。这件事儿呀，我们得好好想想。你看，虽说我们手中现在有这把剑，可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呀。他要是不承认，我们能怎么办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件事儿啊，还真需要你帮忙。成，我都听你的。哎，吃饭去吧，饿死我了都。还吃啊？我都饿死了。不过这次说好了，我请你。那不是你请我，还我请你啊？哈哈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啊！来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等我干嘛呀？这把剑的事儿，你不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吗？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什么？你还把不把我当朋友？啊？有话就直说，不要兜圈子。是你给剑做了手脚，你陷害了苗里。你说是就是啊。我已经找到了你做手脚那家店，老板说他见过你。见过我？哼，好，那你把他叫过来，让他当面跟我说。朱良辰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你知道他是不会过来的。是男人就得敢做敢当，知道吗？白龙，这件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
汪兰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不是让你去扛锅认罪，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跟学校解释清楚。苗里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被冤枉。冤枉他什么了？他有今天是他的报应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跟他当情敌还当出感情来了？你到底站哪边的呀？朱阳晨，你搞清楚，我是为了汪兰，不是为了苗里。你为了汪兰对付我，对付你的朋友？我的朋友没有你这么下三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什么事儿我都不会后悔。你别跟我这多管闲事儿。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随你。我已经找到了你做手脚那家店，老板说他见过你。见过我？好，那你把他叫过来，让他当面跟我说。朱良辰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你知道他是不会过来的。是男人就得敢做敢当，知道吗？白龙，这件事儿，你这几天跟白荣一直在忙这件事是吧？对，我们俩一直在查。现在呀，证据确凿，我们可以找他，让他去和学校说，取消对你的禁赛决定。我不是让你不要管我的事吗？如果我要查，我自己会查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？是哪叫多管闲事啊？这是闲事吗？这不都是为了你好？我不让你管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真为了我好，那咱们一起把这件事解决了。你干嘛？我苗里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件事到此为止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件事费了多大的心思？对，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我自作多情，我多余，我就应该让你被诬陷。现在证据没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那个意思，别人做什么都是多余的，都是自作多情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对你的帮助呀？那我的提议你能不能也接受？麻烦你以后不要瞒着我骗我，可以吗？我骗你什么？我瞒你什么了呀？你那天下午明明跟白荣在一起，你还跟我说你在宿舍，对吧？你不要转移话题啊！我和白龙是去帮你调查，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你。这是善意的谎言。那也是说谎。我说一句，你有10句等着我。算了，我说不过你，行了吧？你爱领情不领情，我懒得管你。你呀，开心就好。我。哎，王兰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说了吗？他不让我管，还把录音给删了。删了？不，他有病吧他？谁知道呀？反正他以后的事儿，本姑娘再也不管了。不是咱这么帮他，他不领情搞什么呀？那咱俩不是白忙活了？随便他吧，我累了，先回去了。苗丽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？汪兰尽心尽力，费尽心思帮你洗脱冤屈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埋怨呢？你脑子有病吗？你不觉得你太混蛋了吗？啊！这似乎是我跟他的事情，不干你的事。你跟他之间的事怎么了？你跟他之间的事儿也跟我有关。你想欺负汪兰，
就得先经过我白龙的同意。我跟你说话。你对他只是朋友吗？那是我跟他的事儿，轮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。我现在说的是你对他的态度，苗里，你根本就不珍惜。我们之间感情问题不需要别人去评价，倒是你才应该跟他保持距离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啊？因为我是她男朋友。男朋友？你根本就不配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惹他伤心，我白龙饶不了你。他没准儿也有他的道理啊，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说嘛。本姑娘顶着大太阳一家一家的查，他倒好，不领情不说，还把我辛辛苦苦得来的证据说删就删了，我真的生气死了。可是你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，你们俩才刚好几天，不要闹别扭啊。可是我都不知道我们俩到底算不算好。当然算好了。可是他也没有跟我表白过呀，也没有说过做我女朋友这种话，没准儿人家根本就没有认真过，就我一个人当真了。哎呀，苗里绝对不是那种人，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？高冷闷骚，不说不代表没有，他的内心戏可丰富着呢。我看他是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任，气死我了！揍他！苗大神，虽然我小桃一直都很支持你，但是这一次你做的真的有点过分了。汪兰做这些事情还不都是为了你？就算你不要他帮你，也不能用这种态度让他寒心吧？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他淌这场浑水。他为你做了那么多，很多事只是你不知道。那么多，他做了什么事？反正就是很多事了。相比之下，竞不竞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闹别扭。明明是互相担心，干嘛变成互相伤害呢？行，我会去跟他解释的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幸亏还留一份，我可不能让恶势力得逞。兄弟们，我发了个帖子，帮我顶上去。注意重心。OK， 慢慢来啊，别着急。OK。好，来。娇娇。好。OK。谁发的？不知道啊，群里的。汪兰，这帖子怎么回事？顾大成，你给我出来！
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段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